20位的兄姐，还佫包括3位的细囝，在主的面前来受洗归主，这是咱教会一个大恩典，因为上帝将加天的荣耀来赏赐予咱。当咱今仔日若要有洗礼式，咱嘛要有圣餐，伫太空节领受主的救恩的记号。咱要用主的话，三甲来学习甲勉励，咱大声来祈祷。听台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无限的恩典，你的听恩典伫阮众人中间，互阮领受到这个祝福。主啊，因为阮袂当看到你，所以圣神启示阮来认捌你，圣神来指导阮安怎行这条永远的路。总是人有时嫌菜无注意，孤戇，阮毋知影，阮行伫偏差的道路，所以阮当认捌主的时，阮就知影。毋是人的才调，毋是人的努力，是上帝你的救恩临到伫阮。万人的中间，阮能认捌主，这是何等的福气。所以，我要用你的话，搁一遍来确认这个信仰，也互阮今仔日受洗的兄弟，因认捌主，也对主领受这个永远的救恩。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日咱拄啊要有洗礼式，所以。伫咱今日读的圣经在内底，在甲咱讲洗礼是甲什么有关系啊？是顶头生甲换身。洗礼式事实是一个足简单的一个礼式。是安那？伊会遐尼重视，也是讲家己看做是上要紧的一部分。这是咱今仔日，而且要甲咱三个学习的。这两段经文，等下我会一一来用一节一节来甲咱三个学习是。提多书甲希伯来书，当圣神所下落的顶头生甲更新的洗，这是真正的洗礼。意思是牧师甲咱这同工小会员三甲举行的这个礼式，若无圣神同在，若无圣神的允准，若无圣神的接纳，只不过是咱人所办的一个仪式那定。要洗礼，大家嘛会晓做。重要是倒位？重要是因为有圣神，所以咱真欢喜有20位，无论是洗礼，也是信仰个别，还有2、3个细囝，因要加入伫咱富强教会，这是一个新的家庭。富强人，咱兄弟姊妹做伙加入。有诶有资深的，有诶有少年的，有诶新加入的。但这是上帝美好的恩典，这是抬杠者的恩典。因为咱对提摩太提多书3章40讲，咱的救主已经上帝已经显出伊的慈爱、慈悲甲仁爱，照着圣神所施的什么顶头生甲更新的洗，拯救咱。安尼，即句经节真明白，甲咱。天命什么？就是上帝显出伊的慈悲甲仁爱，伊主动施出的，照着什么？照着圣神，照着圣神所甲咱施落的顶头生甲更新的洗，因为安尼来甲咱拯救。所以受洗礼毋是这个仪式，是圣神来施落顶头生的洗礼。那安尼，咱就搁一遍来谦卑承认讲，咱得救的根据啦，毋是因为咱家己有甚物好行为毋是咱有甚物好行为，是因为伊怜悯咱，这是第4节所讲的。咱有真侪兄弟对未信者对无道友来信主因拢咧讲起着较早，无论是因念佛，还是修行，还是伫这民间的宗教在努力的时阵，拢甲因讲恁。都爱安尼有做恁的这个做善事修行，爱修家己，来苦修，才会当得到迄个美好的结果。但是圣经甲咱讲，人毋是袂使，毋是讲毋爱行好，毋是，是因为咱行好无法度人完成迄个救赎。咱做好事，这是。
基督徒信了后所产生起来的基本的行为甲态度。但是，一般的宗教咧，甲咱讲，你都要先做遮，才会当得着。啊，这也是咱知影改教的这个先锋，就是马丁路德，伊家己所拄着的。伊进前，伊嘛是足认真咧修道，逐项拢迄个规矩，遐个戒律拢守甲足牢的。但是伊感觉心无平安，心迄个艰难，迄个心灵的迄个束缚要伫咧。所以后来伊就是伫罗马书内面看见着讲因信称义即款的教导，真做咱心，就是讲咱这改革中上重要的一个信仰，就是你有信无？你有接受到圣神的顶头先甲洗无？毋是因为你有好行为，是因为上帝怜悯咱。所以在座兄弟姊妹，你也有一个心境讲：吼，万人中我哪会遐福气啊？别人吼安尼行，踅来踅去，踅袂到，我已经得到安尼。你无感觉这个是你重要，遐尼重要的一个入场券，还是讲一个重要的身份，尼就无采去啊。但圣神的顶头先甲更新伊的奥秘伫遮。伊讲照着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照着救主哦吼，这个管道毋是突然间来的哦，是耶稣基督伊为着世间人的受死，流出宝血，活出新的活命，然后圣神上帝甲圣神丰丰富富来灌压伫咱身上。意思讲我家己来啦，圣神你就来啦，安尼无路用。是因为耶稣基督替咱拍开迄个障碍就对啦，甲咱开迄个门，甲咱塞到迄个墙，也是讲甲咱吞满迄个沟，咱才有通领受到圣神的祝福。所以你若无接受主耶稣的救赎，无承认主耶稣会赦免你的罪，除去你罪不义，安尼咱等于空嘴薄嘴讲的那定无得着。这也是为何今仔日咱要领受圣餐，因为圣餐就是咧见证我有份啦，我有份伫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咱照着耶稣基督来得到上帝甲圣神讲丰丰富富。咱知影迄个话词若重复，表示足重要，还是讲足充足的就对啦，丰丰富富安尼。就是讲亲像诗篇所讲的迄个杯满出来迄种的。圣神伫咱中间，咱就要带来顶头生，甲得到上帝真真正正迄个更新。但上吊也是这啦，咱有理解，咱有接受，但是要安怎显明你有顶头生，你要得到更新的，就是伫遮顶头生的结果。因着上帝恩典，咱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得到所仰望迄个什么永恒的生命，得到迄个永恒的生命，这段就是咱感7节的所在记载伫遮。意思是，我有圣神甲我更新，互我得到改变。我有圣神充满，但是你嘛无显露伫你家己的生命，你感觉讲你都有啊，无得到啦？好亲像闻到芳味桌顶遐个青草好食啊，但是拢无食到一喙啦，对你营养拢无关系咧。伊而且讲咱因为上帝的恩典，咱得到甲上帝一个合宜的关系，就是我讲的讲，耶稣甲迄个罪的颠盘除掉啊，甲迄个哪吒刷掉啊，甲迄个青墙拆倒啊，甲迄个坑坎甲吞满起来啊。咱甲上帝有一个新的合宜的关系，得到所仰望的永恒的生命。咱想着讲，要让伊唔敢日时来，暗时来，问耶稣讲：我是安怎都爱，我要安怎来得到救啊？耶稣讲你都爱即个要受到水甲圣神的洗，你爱顶头先，伊就。用人的角度想讲我都遐大汉啊，遐年岁有啊，免咱佫入去老母的腹肚来佫生出来咧，伊就是讲用人的想法在理解圣神的工作，共款意思。今仔日兄弟姊妹，你讲你甲我，阮拢顶头先，顶头先伫倒，
敢毋是就是伫咱的生命中间产生改变吗？我的观念、我的做法、我的价值观，咱顶礼拜有讲，我因为圣神的更新，我的看法都无共款啊。我对世间的看法，我对所有人甲人中间的看法，因为有用圣神的角度，用上帝的话成做我的准则啊。兄弟姊妹，咱都爱求圣神甲咱同在，因为讲有上帝恩典，咱这个恩典一定啊摕到，啊然后一直更新，一直更新。啊，所以一个人信耶稣。你倒去厝，甲恁父母，也是讲甲你的亲人讲啊，我信耶稣啊，足好个啊，去礼拜足欢喜，唱歌足好听吼。啊，这个礼拜吼，这内底气氛真好。啊，伊讲啊，你好就倒，你毋讲互我听，你毋做互我看嘛咧。啊，你嘛照常安尼啊，咬发脾气啊，咬冤家啊，咬计较，咬怨恨，咬念，根本都无改变。啊，无改变，人讲啊，你信耶稣是信伫倒？咱无定下讲。咱较早若咧骂囡仔讲你读册读去倒哦，读伫家遮片有无？啊，你讲信伫家遮片啦，哎呀，啊你无显露出你的生命嘛？啊，所以咱意思就是讲，咱甲得到救的恩典，甲领受，伫咱现有的生活就产生改变。啊，迄个改变是呢，我知影我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伫我的身上，我已经得到啊，我对遮开始咧。去向前行。今日咱有一位孩童兄吼，哇，要90岁安尼，啊，伊决心要来受洗咧。啊，伊就对这阵开始已经往一个得救的画面得到啊。有诶是细囝，吼，今日有3个细囝要洗咧，伊就是对迄阵就开始领受这救恩。但是伫这段要入去到上帝永恒的生命这段中间，你也一直受圣神的更新嘛。啊，有圣神的同在，你才行会出来。伊讲爱靠上帝恩典，毋是靠什么人熬啦吼。有时咱知影讲吼，咱做父母的，甲囝教安尼吼，伊安那讲伊都无要听咧吼。若无伊甘心乐意，若无伊感受到父母对伊的疼，甲伊的关怀吼，哎，父母讲当伊走屎咧，因为伊无要听嘛。圣神共款嘛是咧甲咱苦劝啊，圣神嘛咧甲咱提醒啊，啊，咱有时吼。咱讲人的心硬对毋对？吼啊心吼安尼差谬意思讲啊安尼含糊凊菜啦，啊咱的罪性、咱的病单啊咱做血气啦，啊所以哦啊常常互遮人情世事遮有诶无诶甲咱搅扰，致使咱讲有圣神的同在，但是吼无真正入去咱的生命，这是咱世间人基督徒上大的一个症结，敢毋是？兄弟姊妹。但另外一段经文吼，另外一段经文伫希伯来书9章15节，伊甲咱讲起吼，咱免惊，咱会安尼吼是正常啦。就像囡仔吼，在学行路吼，啊囡仔在成长大汉嘛，足侪错误，你毋则会当进步对毋对？咱有讲的囡仔爱做一遍毋对，还是跋倒，你讲哎哟有够戆啊，有够饭桶。你一定讲啊，笑，过来，过一遍，爬起来。咱伫属灵的顶面，像一个细囝咧跌跌撞撞啦，啊，一直往前行，一直往前行。但是圣神啊，用疼甲你靠，啊，互你愈来愈有开力。咱有真侪会友较早，嘛是圣经无啥捌啊，后来教会吼，安尼毋是讲介清楚啊，但是慢慢受栽培。有真侪会友，哇，有真好的表现，伊服侍主真正持续吼，啊，足热心，啊，欢喜带人来信主，啊，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伫咱生命中间。啊，当希伯来书9章15节，甲咱讲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啦，讲基督真做这个新约的中间人，哇，这句话真奇妙。拄则我无讲，咱若毋是靠耶稣基督，咱就无法当甲上帝有一个合意的关系，敢毋是？就是讲，迄个罪当直达到遐嘛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替咱定。当直达到遐嘛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替咱定这个新约，旧约就是摩西的时代上甲上帝立的约嘛。啊，即嘛新的约是所有普遍世间人拢有啊，有是因为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来死，定是给流出宝血，所以一定替世间人吼，甲上帝讲吼，因为我会死，我来牺牲，我替因担罪，啊你搁定心接纳所有的百姓。用咱的话讲是这个意思，
所以耶稣基督甲咱伫咱甲上帝中间定这个新约，伊讲啦，这个真重要。伊讲要互咱上帝所呼召的人，会当领受伊所应允永恒的福德，永恒的福德。这个是迄个新翻译的版的圣经啦吼。那啥呢？我问讲，你无论信主偌久，还是今仔日要受洗的兄弟，请你会记得，你因为有耶稣基督做你的中间人。咱拢知影，有时咱伫生活中也是事业上，哇，拄着一寡安尼债务，咱怎诚心甲银行协商呢？也是讲甲咱即个债主协商，讲歹势啊，我还袂了，要安怎？你毋通甲我拍入去迄个安尼无往来的户啦，互我慢慢行安尼。咱就需要有人协商嘛。但咱的主耶稣甲咱讲吼，连协商嘛毋免，我直接替你甲债务完全甲你处理了掉，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啊。我会记较早少年时代，咱台湾还佫有票据犯对吧？票据犯，真侪太太拢退先生去关，你敢知影？偌可怜的呢。后来这个票据犯就除掉去啊。耶稣做中间人，除去咱所有的债务、所有的罪，互咱享受这个永远的福德。这个福气是你的呢，你袂甲你有显露出对圣神领受的祝福无？你有对圣神领受的这个永恒的生命无？你有对圣神甲你启示讲，你是一个有福气的百姓。所以咱最近定来用一个话咧讲，我伫天顶有一个富爸爸，有一个董事长，咱的上帝。迄毋是咧讲一个安尼笑亏的话啦，是咧显露出你是一个有丰丰富富恩典的上帝。但是重要的关键是讲，你有领受到无？迄就像咱咧讲，迄个水管斗好啊吼，水龙头也无开啦，也是讲迄个通水无通，你水管斗好无路用呢？是呢，我时时源源不绝来领受到这个上帝所带来的祝福，讲这个叫做福泽福泽。最后，我要甲咱三甲来去复习一遍。咱受洗新的身份，请你记，你是上帝的囝儿，诚做上帝的儿女。受洗者，基督徒的新的身份是诚做上帝的儿女。第一，你是天父的宝贝，你是天父的宝贝。无有一个伫上帝面前看轻的啦，无，伊看重你，伊创造你，互你有一个新的身份。第二，咱用这再来印证约翰1章12节讲，既然接待伊的，就是信伊的名的人，伊就赐因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接待伊、信伊，你有接待主无？你有信主无？你就有这个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哥林多后书6章18节讲，我要做恁的爸，你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所讲的。第二，你是尊贵圣洁的儿女啦，你是尊贵的吼，毋是互人看见的，毋是安尼足微细的，也是讲吼安尼万人的中间吼，无一个人注意你的。伫上帝来讲，你是唯一的。昨昏我咧甲青少年分享的时，我有讲，上帝遮奇妙啦，创造咱人吼，逐个人拢无共款。有无共款的特色，咱若有咧用 iPhone 手机的人知影吼，你要开机啊吼，伊毋互你开哦，你讲照一个，甲你的面照一个安尼，是哪你的面照一个就会开咧，因为敢若唯一的你啊，别人不行啊，别人的面无行啊，你看偌水嘛无效，就是你。所以 iPhone 手机这个故事，互咱知影讲，上帝嘛是看咱是唯一的，只有你。所以只有你，咱领受到祝福。你无来就群主吼，迄个 iPhone 袂开一啦。上帝祝福你。所以圣洁的儿女是亲像彼得前书咱足爱读的这节经节讲，只有恁是受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互恁来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光明入奇妙光明的美德。这个话吼真丰富啦吼，表示讲一个圣洁的儿女是尊贵的，受拣选的。第三，咱这的受洗归入主的人，是蒙上帝所爱的人。耶利米书31章第3节讲，果然是耶和华以色列来显现讲，我用
永远的疼来疼你，还是讲用永远的爱来爱你？因为安尼，我用慈爱吸引你。哥罗西书3章12节讲，所以恁既然是上帝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是爱存怜悯、温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安尼是话，结尾来讲，咱今日大家来欢迎新的家来的人。咱第一场人较少啦，两位长辈要来受洗，有2位要来信仰告别。咱第二场较侪人。但这的兄弟姊妹呢，咱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感受，也是这个意识。对于上帝的听来讲，我要领受这独一无二的救恩，要领到一个永恒的生命的福德。我要通过圣神来改变我，定下求圣神伫咱中间，圣神伫咱中间，互咱来显露出一个新的生命。我咧讲都毋是亲像讲有的电脑吼，咱知影讲有的电脑软体啊，我若搁重灌一个就变新的啊吼。咱人要哪重灌呢？就是爱一直求圣神同在。圣神啊，我还阁有即个无够，即个无气力啊，即个我有烦恼啊，即个代志吼，我定定想袂开，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所以若要讲啊，甲电脑迄重灌的意思吼，若人要改变，有的是真正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这款人真少啦，有真侪迄个家伙内底迄重刑犯吼，伊决心信主了吼，哦，改变一个叫做180度啦。但是咱人吼，因为活伫这个生活的空间，真正要改变全部吼，无遐简单嘞。迄个亲像较早吼，我会记阮囡仔时代啊，穿的衫都无济领，啊，特别是你爱学生制服，啊，毋多写字吼，啊，迄阵拢爱写毛笔对毋对啊？囡仔人啊袂晓用啊，毋是对着乌目啊吼，乌目水啊，哇，对着即个衫吼，特别较早有穿白的制服，哇，即下麻烦啊！转去后吼，安尼撸啊，用啥物办法要甲洗互清气啦？用漂白水安尼。我讲的例就是讲，有时吼，咱迄个布小可乌乌咧，啊洗袂清气，但是吼，毋免放弃，较早的布较粗较勇啦吼。较少较愈的，慢慢愈。伊就是讲，我要甲洁净起来，洁净亲像洗遐尼白。当然，这是我讲咱人在学习的过程啦。但是，咱来求圣神，讲圣神啊，我亲像洗遐尼白，是你主甲咱更新，咱才有迄个气力。靠家己爱慢慢来，爱慢慢行，慢慢追求。但是，当圣神临到你的时，你就得到完全。啊，所以。咱一个态度就是，咱无完美啦，所以才需要接纳。那你已经完美啊，咱定咧讲教会是一个团体，什么团体啊？吼，咱有个人会用无共款的描述哦，有人讲哦，这教会这所在是天使聚集的所在安尼，哇，足好诶安尼。特别一寡无道友，伊感觉讲哇，礼拜堂哦真好，真温馨的唱歌真好听，大家拢足服气，这是咱爱感谢主讲啊，感谢主，阿门。但是呢，事实讲，真实的新闻是，咱拢是罪人啦。咱是教会内底是有一群认为家己是罪人的，要伫走天顶的道路，要往天国的道路咧拍拼，啊，行一个无力，家己一个无够，会行唔对，会绊倒。会偏差啊，所以呢，咱需要这兄弟姊妹，咱这好朋友，啊，咱这同心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做伙努力。啊，有啥物错误，甲刷转来，啊，唔对，啊，搁改变。啊，这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组织的所在。第二，新的身份一定要有新的生活来配合。有影，咱有个人吼，较容易伫咱个人家己的思想、行为。甲人直接的中间去咧衡量，讲这有合上帝的旨意无啦？啊有影，有真多代志吼，毋是讲即就是即，两就是两，是足模糊的咧。啊，你爱学习追求上帝的意思，追求圣神的意思，讲啊，我安尼做，是毋是有合你的旨意？比如讲，平平两个人，即个做毋对，迄个做毋对，你家己小可点一下，伊讲啊，对，歹势，嘿，我疏忽去啊！我改。但是，另外一个你甲讲，你这毋对，伊讲，我哪有毋对？
我是比你较细吼，奈互你甲我安尼讲安尼，无民主，气歹。什么意思？两个人同款的错误，但是伊的反应会无同款。所以上帝互你智慧，安怎互即款的人，因为你的苦劝也是关怀，伊会当改变。另外即款的人，安怎互伊无同款的方法？这就是讲，咱伫咱的生活，伫咱的生命，我希望你常常求圣神的同在。像尼哥底母，耶稣讲，你都爱互水甲圣神的更新，咱才能得到一个全新的活命。咱求主帮助咱所有的教会友兄弟，咱拥抱天父的爱，咱要恢复破碎的家庭的关系，咱要恢复迄个破碎的即个人际关系，这拢是一个新的生命所爱努力的。就是讲，咱开始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家己，也来看别人。真感谢主，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咱才会新受洗的兄弟，你要得到上帝的圣神的更新，要得到上帝所予你的顶头生。咱要做一个祈祷，准备要来为着这个受洗的兄弟来做誓约。请小会员来闭眼心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无限的恩典。阮为着这今仔日要受洗的兄弟献上感恩，因为阮看见圣经所犯的指导，就是洗礼要得到顶头生，阮要得到更新，是生命的更新，活出新的生命的权势。愿上帝将这个恩典甲祝福赏赐伫阮众人中间，阮见证这个洗礼。也阮共款，搁一遍重新复习，领受到即款的祝福。伫你面前，阮要进行的礼式，求你亲自带领甲引带，感谢祈祷。